苏小姐，哎，对了，露露，你看见我表妹了吗？没看见少夫人啊？那少爷回来了吗？少爷也没有回来。我知道了，你忙吧。哎，苏妍希，你问一下顾西城到底什么时候回来？ 回家了？嘛去？哎，你演灰姑娘啊？回家了？这么早走？回去造人啊？你们玩啊？哎，真走了？喂，真走了？没劲！我们家顾少怎么变成顾家好男人了呢？来，过去。小嫂子挺牛掰呀，居然连顾少爷都管得住。 怎么能让顾西城讨厌我呢？他对我那么好，我真的不忍心让他失望难过。可是，我要不按照贺锦熙说的做，就再也看不见妈妈了。我好想妈妈呀！贺锦熙现在应该已经成功了吧？ 这么早回来？来吧，我等这一天等了好久了。 西城，你干什么呀？你怎么在我房间啊？哦，我房间的水龙头坏了，我打电话给我表妹，是我表妹让我来的。干什么呀？苏妍希，你放手！滚出去！你简直是个疯子！滚！顾西城，顾西城，你个王八蛋！你怎么不去死？你敢这样对我？
怎么办？看来我已经打草惊蛇了，我得想想其他办法。贺锦熙，你就没什么想跟我说的吗？我今天忙了一天，先洗澡准备睡觉去了。你站住！你让我早点回来，你自己到现在才回来，你什么意思？刚才你那个表姐到我们的房间来洗澡，她说是你让她来的，这是我们的房间，是我们的空间，你怎么能让别人进来洗澡呢？他刚才进来洗澡了。那你们两个人有没有？你当我是谁呀？要不是她是你表姐，我绝对饶不了她。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。下一次，不对，没有下一次了。我以后再也不会让他来我们房间了。你就是这么认错的？对不起，全都是我的错，都怪我，全是我不好，我下次再也不敢了。那，你想要我怎么做？你说。你就不想表示一下吗？算你脑子快。奶奶，哎，吃水果。哎呦，还是锦溪懂事儿啊，不像你，长这么大还没有给奶奶削个苹果呢。奶奶，我们俩是夫妻，他做了就等于我做了。调皮。坐。今天没去打牌啊？哎呦，没有，我那个老姐妹啊，家里有事儿。怎么样，在这住的还习惯吧？习惯，在这儿有奶奶这么照顾，我怎么可能不习惯嘛？啊，对了，表妹，你不是喜欢看歌剧吗？我今天买了图兰朵的票，我们一起去啊。好啊。妹夫，我一共买了3张，你也一起去吧。不去了，我没兴趣，你们去吧。没兴趣啊？我排了好长时间的队才买到票，不去太可惜了。西桥，不如一起去吧。那个，你还没有陪我去看过歌剧呢。去吧去吧，你们年轻人啊，就应该多出去走走，别老是待在家里，看场歌剧多好啊！一起去吧。你看，表姐来了我们家这么多天，我还没陪她出去过呢，对不对？她今天这么热情的邀请我们，给个面子好不好？求求你了。哎，你干嘛呀？不是说要看歌剧吗？赶紧换衣服。
你们在门口等我，我去停车。一会儿他来了，你就跟他说你不舒服，要先回去休息。不等进去之后再说吗？再这说的话，他会怀疑的吧？你以为你是谁呀？从头到尾我都没有准备你的票，知道该怎么做了吧？知道了。走吧。西城，我突然觉得有点不太舒服，你跟表姐先去看吧，我先回家休息。不舒服啊？我带你去医院，走。不用不用，可能就是累着了吧，没什么大事儿。你看表姐好不容易买到的票，不看太可惜了。你们两个去看吧，我先回家休息就好了，我在家等你。那怎么能行呢？不舒服就得去医院，不能硬撑。走。哎，妹夫，你看我们来都来了，而且马上就开始了，如果不去太可惜了。如果表姐喜欢看，那你就自己去看吧。我带她去医院，走。我没那么严重。西城，我们不用去医院，直接回家吧。你不是身体不舒服吗？我刚才就是突然之间觉得有点不太舒服，可是现在我觉得我好多了，回家再休息一会儿应该就更好了。你确定好了？你真的没事，你不用担心。那就好。可是我们把表姐一个人扔在那儿，是不是特别不好？你还管她呀？她不是喜欢看吗？让她自己一个人看去。哎，我说你怎么有这样的表姐啊？听说你不舒服，一点也不关心你，还要看那个什么破歌剧。我表姐她这个人性格就这样，没有别的意思，你不要在意啊。哼，她这样的性格我可不喜欢。那顾少爷，请问您喜欢什么样子的？你这样的。不是说顾西城是个花花公子吗？怎么这么难搞？这样下去可不行。以他对苏元气的重视程度来看，光靠我勾引是不行的。我得让苏元气在他面前破坏自己的形象，让他讨厌苏元气，这样他才能看到我的好。嘛呢？来了也不打球，思考人生呢？我在想锦溪的那个表姐。哟，什么意思？看上人家了？你说同是姐妹，怎么差距这么大？哎，这话什么意思呀？我听不明白了。怎么着？她看上你了？别提了，她趁锦溪不在，跑到我房间去洗澡，还想勾引我。Oh my god！要不是看在锦溪的面子上，我早把她赶走了。我的天哪，太劲爆了！那么一个大美女在你面前，你竟然坐怀不乱，佩服佩服！你见过呀？没有，没见过。你说她是美女，我顾西城什么样的女人没见过？那又能怎样？我现在巴不得她早点搬走。
苏妍希啊，我一个人对付顾西城不行，你得帮我。我不是一直都在帮你吗？你在顾家人面前表现得太好了，他们根本看不见我。从今天开始，你要破坏自己的形象，让他们都讨厌你。那我破坏自己的形象，不是也在破坏你的形象吗？哼，你还知道你在冒充我？那我让你干什么，你就要干什么呀？我看你是不想见你妈妈。露露，少夫人，你是怎么做事的？少夫人，你这是在拖地还是在画画啊？能不能做好？能做就做，不能做就走。少夫人，我又没有做错什么，你为什么这么说我？那你的意思就是说我做错了？要不要把少夫人的位置让给你，你来支持我做事儿？少夫人，你这么说话太欺负人了。觉得自己受委屈了是不是？不满意啊？赶快找老夫人告状去吧，我才不怕。贺锦熙，奶奶，你要注意自己的形象。是露露她不会做事情，我教育她几句啊。露露再不对，你也不能有这种态度跟她说话呀。你身为顾家的少夫人，露露做错了，那不是还有方叔呢吗？你看看你刚才的样子，跟那些市井里的泼妇，你有什么区别呀？奶奶，你别生气，你表妹小不懂事儿，下次不会这样的。啊，我听说附近开了一家首饰店，东西特别好。奶奶，你陪我去挑挑呗。是吗？行啊，那我陪你过去看看。那好，走吧。不嫌弃我这个老太太，目光落伍就行。露露，刚才这事儿，还不睡啊？还不困。你是不是这两天心情不好？我没有啊。哦。我听奶奶说，你今天跟露露吵了一架。啊，那是因为露露今天地板没有拖干净。那肯定是特别不干净。这帮人呢，就是因为跟我和奶奶太熟了，所以有时候会偷懒。你今天骂得好，这样他下次就不会偷懒了。不过呢，你是顾家的少夫人，跟下人吵架，确实有失身份。下次有什么事儿啊，让方叔去教训他们，免得气坏了身子。你说对吧？你就没有觉得我今天不应该发脾气吗？没有啊，既然你发脾气，就说明他们做得很不对。我看你这两天心情有些不好，能不能跟我说说？我没有啊。行，等你想说的时候，你再告诉我。我先休息了。晚安。晚安。
锦溪，来坐下吃饭。哦，奶奶，您吃三明治啊？锦溪，你今天怎么没给大家做五谷养生粥啊？想吃粥自己做去，干嘛使唤我呀？我想做就做，不想做就不做。没人惹到你，你怎么这么说话呀？啊，是不是没睡好啊？我睡得可好了，就是看不惯你这副大少爷的嘴脸。我是你老婆，没说要当兼职佣人吧？贺锦溪，怎么回事？好好说话。凭什么你想吃我就得给你做呀？别说我今天不做了，从今天以后我全都不做了。行，不做就不做，也没人逼着你做。你怎么说话了？你这不是无理取闹吗？谁无理取闹了？你把我当佣人用，我还不能生气了是不是？够了！因为我昨天批评了你，你对我不满了是吧？哪儿能啊！